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，搁再招你来探讨民间流传的四句联。你讲歹囝不受罪，落家乐失去自由，倒爱搁落工程。前站，咱对第一工程连来到第四工程，今麦咱继续来甲听，讲第五工程这批下，正手拿尖，倒手摕，想着父母防欺洗，饲着歹囝不成家。第六工程这阵拿，自将少年这甲担，自细唔听父母骂，才着艰难受苦干。这批正手拿尖，倒手当然摕批啊，毋过咱手咧叮当做工，实在心内拢是想着为着咱操心背包的老爸老母。咱今日若讲较好囝咧，老爸老母原来有名声，结果毋是，踏出门厝边头尾就叽叽嘟嘟，因为饲着迄个歹囝不成家，互社会伫咧配谈配烂。过前我咧讲即落足咸，我毋是讲劝人做好，劝人做歹，毋是谈遮道德解说。是因为即落四句联民间咧流传，产生我一种的体会。尤其迄落若刑期较长的，第六工程即阵若讲自强少年即甲担，心内苦楚是来经过即落四句联，也只有会当表达啦。过来咱话讲第七工程做得意，刀啊一人牙一支，自细毋听人教示，沦落天涯流浪里。第八工程做目枪，寸笑就爱金种娘，靠刀来压在手，想起前途心忧愁。咱实在讲，朋友，真正讲感觉内底工程嘛无分遮济款的。事实，这人骗四句联是袂输，敢若伫咧介绍讲台湾各行各业。啊，毋过我家甲龙珠类这种的主题，真正声声句句就是表达讲做得意的时阵，你手拿口刀，你嘛是咧怨叹；做目枪的时阵，你伫咧娘寸笑，目睭伫咧噙，你心内嘛是伫咧感慨。感慨啥？感慨讲我自细毋听父母的教示，如今才会沦落天涯做流浪儿。爱人啊，拢无来面会，放我规心伫咧做浪漫。家甲龙珠类的心声，这个四句联实在互人听到感慨。